均等受損法則6至70分，咁樣咧就做逆齡系列嘅曲發冷療。咁我哋咧洗乾淨頭之後咧上卷，上好卷之後直接咧就用 CTM 70分嘅乳液，就溝 CWL 100嘅水劑，個比例咧就係2份 CWL 100嘅水劑就溝1份 CTM 70嘅乳液，搖勻就直接落電發芯。如果根部個攣需要出得足啲嘅話咧，就可以喺根嗰度咧再掃一陣 CTM 100嘅乳液，因為就算比較均等受損嘅頭髮咧，根部通常都比較健康嘅。咁樣如果有需要咧，就可以補多一陣乳液落去，大概20至30分鐘。咁樣如果喺冷氣機位，你咪加微溫咯。check 到夠攣就可以沖水落中和水。有啲咩問題嘅，隨時打俾我 Alan 啦。